個穩定嘅辦事處，希望更能夠全面為我哋北區居民作出嘅服務。我哋北區嘅議員都有一個宗旨，就係秉承我哋總會嘅宗旨，就係一齊到協助政府依法施政，落實基本法，創造和諧社區。好多時候有啲人都話民建聯係保皇黨，但係我哋亦都要秉承我哋先主席馬力先生嘅遺訓，就係是其是，非其非。我哋大家都要放心，我哋係真誠為大家服務。我哋特別喺區裏邊，我哋希望我哋嘅議員同埋我哋幹事，亦都同埋支持我哋地區嘅友好社團、愛國團體，特別係鄉事委員會，佢哋多年嚟嘅支持，亦都好多嘅社團，包括各個民都支持我哋。我哋要喺北區一齊共同努力，創造一個和諧嘅社區。其實大家都睇到北區嘅將來嘅發展，將會有一個新嘅面貌。喺呢段過程裏邊，如果我哋能夠做一個好嘅社區，唔係為現在為我哋，係為咗我哋嘅下一代，更能夠一個更安居樂業、住得舒服嘅社區。所以喺今日我哋嘅辦事處嘅開幕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民建聯嘅工作，大家一同努力，為我哋社區努力。好開心嘅原因，呢個嘅喺粉嶺區能夠設立我哋民建聯嘅支部嘅第二個辦事處咧，係多年來嘅心願，亦都係唔少街坊嘅心願。咁所以咧，今次大家嘅到嚟嘅到訪咧，大家都係有一個同感，希望我哋粉嶺嘅辦事處能夠繼續係開枝散葉，正如高主所講咧，係擁有一間喺嗰間。最近咧，社會上有一啲好偏激嘅言論，亦都有一啲好激進嘅做法，但係呢個係社會上市民大眾不認同嘅。我哋民建聯嘅總部，我哋經過點樣應對咧？我哋只有一條，就話做好自己嘅工作，做好地區嘅工作，為市民踏實去為市民做事，呢個係根本嘅出路。咁所以咧，今日呢個辦事處嘅開張咧，係標誌着民建聯係進一步喺地區繼續嘅發展。我祝大家身體健康，家庭幸福。我祝各位係和氣生財嘅，社區和諧嘅。我祝大家一團和氣。我恭祝大家如意吉祥。建聯一路都係關愛社會，喺度祝大家新年愉快，祝大家繁榮創富，祝各位街坊欣欣向榮，祝各位龍馬精神，虎虎生威。祝大家咧好似呢個凝聚會咁，一齊參加嚟民建聯嘅活動，多啲凝聚活力，多謝。祝大家心想事成，萬事勝意。希望各位街坊互愛互助，我係蘇慧星。祝大家身體健康，家庭幸福。喺度祝大家萬事勝意。我哋香港咧係繁榮穩定，人人有得開，有開。
林嘅1、2、3。